是高雄市长的选战，讲暗时将做黄金战场。国民党的瓜子温启动庙口宣讲的列车，邀请当地里长甲议员利用下班时间，甲在地乡亲来博感情。单机卖也未请假，早起爱处理市政，嘛是暗时才会当来冲宣战。讲阴暗，副总统赖清德的辅选列车，就要正式驶入高雄来造选。是上帝让我照亮光。歌手伫台顶唱歌，台下的观众嘛真嗨。这毋是演唱会现场，是国民党讲市长候选人瓜子温的庙口宣讲活动。把这个人鼓励一下好不好？在乎暗时，庙口宣讲列车驶入去路段，韩国路的支持者文山伯嘛出现开讲，阁有在地里长议员出现替瓜子温邮票。可先甲大家讲，20人我嘛会搞定，2000人我嘛会搞定。王院长真正甲我斗相共足多。来到前立法院长王金平的旧厝路段，瓜子温搬出王金平友近和民众的关系，让支持者的情绪更加激动。瓜子温以庙口宣讲方式，利用下班时间接触上班族选民，在暗时变选战的各有伊。副总统赖清德辅选列车进前驶入去新北桃园，这摆总算要驶入去高雄辅选单机麦。再来欢迎韩市长。谢谢。那没有问题的话，议会再催哈，不好意思。单机麦阁有市长的身份，上班时间市政优先，无请假。要拼选战，敢会当下班了后12号暗时，副总统赖清德嘛会改合体。市长到选举的后半段，还是以市政为主。所以陈其迈市长的承诺，给予市民2年拼4年，我相信他这次竞选主轴要用市政来拼竞选。大选敢若剩1个月，拼选战争取市民支持，2时有暗时，每一分每一秒对候选人来讲拢真重要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